中央大学发布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（CCI）， 总指数是66.73点哦，是降0.78点。6项分项的指标全部拢退步，显示讲民众对物价嘛阁真无信心哦。学者嘛提醒讲，虽然民众目前消费的状况是袂歹，也毋过咱国的出口是阁继续的衰退，着爱特别注意。 国内今年1月至7月平均 CPI 年增率比去年同期起2.26%，8月阁因为油起价、风台天气等等的因素，互 CPI 回升超过2%的几率大大增加，影响国内消费的信心。中央大学公布上新消费者信心指数是66.73点，6项分项的指标，包括物价水准、家庭经济状况、国内经济景气、就业机会、投资股市的时机、买耐久性财货的时机，全部拢降低，显示民众对物价信心要是增加。我们出口衰退的时间拉得越长，好，那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冲击就会越大。无薪假或者裁员的人数已经开始在增加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在未来在第3季、第4季，它可能会慢慢的影响到一些家庭的所得，消费能力就会开始受到一些影响。 学者表示，虽然民众对目前消费还阁有一寡热度，不过绝对袂当无要以出口衰退带来的影响，要持续伫形成。因为美国4大指数拜二全面收乌，台股早盘开价了后，市场买气转观察，指数跌到63点，落到16212点。目前大盘较无落遐济啊。中央大学的调查发现讲，伫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是44.9点，虽然敢若比顶个月降0.6点。 不过，为长期的趋势来看，已经连续第64个月偏向较悲观。进回数分别是7月46亿、8月是58亿，所以感觉上外资的动向对台股已经偏保守。近期我们可以看到16000到17000中间呢盘整，也是因为我们的量能呢逐月下降，量能的不足，那指数要上攻也很困难。 学者提醒，在美债殖利率加美金起价情形之下，互台币的利差愈来愈大。致使最近外资大规模撤离，除非下半年国内出口的动能慢慢恢复，外资回头，国内股市才有阁爬起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